If you ask me which is my favorite city in Taiwan, I can tell you that Taipei it is. I was born in Taipei. In my point of view, Taipei is not only a city that is full of different cultures, but also very international. For example, I can eat pasta, steak, fried chicken, salad, and any kind of international food. My favorite place in Taipei is department store because it's clean and comfortable. I can buy anything I want. Taipei is a great city. I am proud of living in Taipei. This is my homework, my favorite city. Thank you, everybody. Okay, thank you, Johnny. Seems Johnny likes Taipei City because of department stores. Okay, but teacher is a bit curious. I have many foreign friends and they all love Taipei night markets. But Johnny, you didn't mention this? Johnny, are you okay? Oh, I don't like the night market Why? because the night market is dirty and smelly. 还说你是台北人，现在的观光夜市一点也不脏。我妈说路边摊卖的东西不干净啊，吃了会拉肚子。4、2、3、4。来，都看我，先跟脚。来，我们今天来练折返跑。哎呀，不用管他，不要再看了啦。你怎么又跌倒了？啊？你不知道旁边就笑了。每次体育课都跌倒，真的好故意哦。他本来就很奇怪啊，她是女生啊。对啊。夜市很脏，我很讨厌脏。你哦，我们快跑！哎呀，我跌倒了，扶我一下。哦，我来扶你。看什么看？我们讨厌女生，走开啦！我真的走哎。拜托，暑假一定要出国好不好？留在台湾太逊了吧？那你呢？你要去哪里？我们全家要坐丽晶邮轮去石原岛。那种偏僻的小岛不好玩啦。你又知道了？我去过冲绳，还有东京迪士尼乐园啊。反正日本就是这样，我去完不敢再去了。那你说你暑假去哪？唉，反正就是很厉害的地方啊，干嘛告诉你？然后等下学期开学，我在上海各吃都给你羡慕喽。谁知道你是不是要吹牛啊？走。妈咪，妈咪，轩轩，刚下课啊？今天是不用上安亲班，茉莉来见你了没有？还没啊，我在校门口站着脚好酸，还被蚊子叮哎。茉莉是怎么搞的啊？不是说好不能迟到的吗？妈咪，我自己一个人在这里等，我好可怜啊，好可怜啊，好可怜啊。知道啦，那妹妹这次回来买礼物给你好不好？真的吗？那我要功夫英雄 online。没问题。可是你明天上完课就放暑假了，妈咪不在，你答应过我会怎么样？我会每天不下床去上高尔夫球课和英文课。还有呢？还有我会乖乖写暑假作业，然后每次晚上9点啊，一定准时睡觉的。说到做到。可是妈咪一定要做到哦。会记得买礼物给你。不是礼物啦，妈咪，你不是说这个暑假要带我去美国找姨婆吗？我们什么时候要去啊？那我们不是说好了，你要期末考每科都考100分才能去？明天就要发考卷了，我一天每一科都考100分。好啊，那你发了考卷之后拍给妈咪看。如果真的这么棒，每科都考100分的话，等妈咪回来，我们再安排什么时候去美国，好不好？好。那就先这样了，宝贝。
场了。我2个礼拜不在，你一定要乖乖听茉莉跟爸比的话。还有哦，要每天都给妈咪打电话，好吗？不会的。Kiss goodbye。妈咪，拜拜 ，I love you。拜拜。太棒了，要去美国过暑假，到時候全班一定羨慕死我。日頭眼前住得了這下酒，記得容去前面，寫得愛該翻憂，講講該了聲音，快樂對定撒嬌，一個放棄的人 PQ， 愛到總係會到，從平淡嘅話，讓一起。今年下半年，大家都向李协理看齐。协理有没有什么话要跟大家说？啊，谢总经理，其实这都是团队合作的结果啊。喂，凯琳啊，你干嘛不接我电话啊？大概是因为你老公的表现非常好，刚刚正在接受总经理的表扬。最好是啦，我是要跟你说我要出发了，家里跟儿子都拜托你喽。好，我知道。哎，对了，这2天联络簿你帮他再看一下，后天就放暑假了，赶紧帮我听他的功课。哎，倒是拜托你去跟茉莉讲一下，麻烦他去轩轩的时间准时一点好不好？还有啊，这个礼拜可能要请他多留晚一点。哎，对了，有一件事我想了很久了，想拜托你去跟茉莉沟通一下。什么？你可不可以请他不要一直跟儿子讲客家话？不喜欢他这样子。凯琳，茉莉是好意，我是客家人，她觉得李轩不会讲客家话很可惜啊。那有什么可惜的？会讲客家话以后能有什么竞争力？儿子把英文练好比较重要吧。哎，我不能跟你说了啦，我要走了。我到了上海安顿好之后再打给你哦，拜。喂，凯琳，喂。茉莉，赶快帮我用，我的脸好脏哦！赶快帮我用啦！哎呦，你轻一点啦！哎呀！哎，茉莉，要你来干什么的？做事的，不是要你来白玩的。怎么了？都告诉我了。没有啦，那个小杨的案子有问题。到底在搞什么你啊？那我们就看一个。哎，你什么态度你？加油！怎么？加油！喂，茉莉，你看，听听讲，查封。哦，帮我处理一下，对不起。
爸比，怎么了？撞到哪里了？跟爸比讲。我快瞎了啦！快瞎了，好痛哦！这到底撞到哪里了？啊？茉莉，見院了冇？我送你醫院嘛。同你送機啊，不過結果可能定年嚟。阿比，我这里痛那里也痛，全身都很痛啦。好，李轩乖，到底是撞到哪？跟爸比讲哪里痛。其实也没什么事啦，是你儿子啊冲下马路去，那对方很早把车子停好了。我看到有兩個聲音滅殺機，阿基見叫我驚喊，走出太路巷。發生什麼事啊？李軒，為什麼有人要對你惡作劇呢？我怎麼知道？我眼睛快瞎了啦！爸比，你看呐，就是说胸口进我眼睛里面。来，爸比看，眼睛张开，好像还好啊。哎呦，爸比，我眼睛很痛，快失明了啦！赶快带我去医院啦！啊，好，乖，爸比帶你去醫院哦。走，茉莉。好痛啊！乖，醫生說你眼睛沒有事嘛，吼。你是不是裝的啊？我沒有裝啊，只有眼睛很癢。你爸比我從小在田裡面滾來滾去，跑來跑去，光着腳丫，從來不會癢。我跟你又不一樣，等我瞎了你就不要後悔。好了，茉莉，趕緊假扮，冇辦法送你用嘅裝醫藥。我要驚啦，嗌你帶結束。醫生，我不再送埋雞。你在說什麼？我聽不懂啊！不要每次都會跟我講土話，好不好？宇軒，再亂講話，爸比要生氣哦。誰跟你說客家話是土話？媽咪說的啊。不然你去生媽咪的氣，不要來罵。是爸比請茉莉阿姨多跟你說客家話，你都不會講，回花蓮怎麼和阿婆說？我又沒有要回花蓮。聲音好大，慢慢教，慢慢講。啊，你們去交班，用給去，拿來送給朕。哦，好。來，李軒，自己拿好，我先走了。走。幫忙。快點啦！還有這個，快點，我手很酸吶。帮我拿，快点啦！还有这个，快点，我手很酸呐。还有这个，还有书包，拿去。叫你拿就拿，你废话很多哎，赶快啦！係我變好啦！你看啊，mặt要亂搭。不要吵，我要洗澡啊！唉，嗱，假如講咗幾多拜，辛苦就唔得亂搭。各位，開門啦，老女婿。到底要我跟你說幾次啊？不要跟我講客家話啦！你這個聲唔清啦，老女婿。不要吵我洗澡，走開啦！好好笑哦！
李轩，哎，你干嘛？有空去玩我？阿妹要菜你都係蝕，阿妹冇菜你都勁蝕。我今天不想吃不行啊。做唔得，要當到生意冇飯蝕咧，所以做唔得更蝕。他们没饭吃，就要怪他们爸妈没努力赚钱养他们吧？你又咩未上啦？唔係每隻生意搶人好命誒，你點冇？非洲嘅生意冇東西蝕，是點被饑荒？硬係第一年啦，是點被烦死了，不想听啊！有空去还我。走开啦！好好笑啊！喂，我見半日後俾個暗盡，廖宣不靠冇人做判，你頭後風險衰哦。好，我爹啊，我要注意。我說到你衰誒，平常開兩年沒衰哦。你妹公母做魔術誒，偏老關係你睡冇？我妈不在，我要几点睡就几点睡啊，不用你管。第二沒中來，我老結講，你冇乖。你就說啊，我不怕你。哎，你干嘛？我都快过关了，你干嘛关机啊？王八蛋！你敢講我該？生意當我你媽你講法，你好搞咩呢？我就是要說啊，王八蛋，王八蛋，王八蛋！你凭什麼管我啊？王八蛋！放開我！王八蛋！好痛哦！你虐待我，我要把这个钱对你对我中奖了！我告你，我告你了！好痛啊！好痛！你要跟他父母讲，小孩子要教嘛，乱打电话，害我们白跑一趟。對不起，不会，走。很不好意思。茉莉，你来哪？警察用乜來？啱自己講乜嘅，真實你。雖然有得係慢慢教，不過我看到李選嘅觀念偏差，怕我放，甲我當到死命，我要教。一經年，人家無限，一啲嗰種係連教嘅，有咩見老技工對人有禮貌，一隻死人唔對應用班長好。你工作按我係我爹啊，不過成年嘅時節要冇教，睇嚟教唔堂，踢蚊路。你先進啊！啱啱未？你信醉？唔知啊，我請佢進。隔壁，我们去医院好不好啦？我头真的好痛哦。你不要在那邊裝可憐。我没有裝可憐，我真的很痛啦。你什麼東西不學？你去學人家打電話報警。你說啊？
你为什么要说谎骗警察说茉莉阿姨打你？你是不是电视看太多了？不要看。你知道茉莉阿姨有多难过啊？我们怕你没有人照顾，请茉莉阿姨到家里来帮忙。她不是佣人，我说过多少次，她不是佣人，你要对她有礼貌。结果嘞，你这样子真的让爸比很难过，很失望。可是本来就是茉莉的不对啊，而且我说多少次叫茉莉阿姨？爸比，你对我好凶哦。你做错事情，你会不会反省啊？你根本不知道你自己做错事情，你是被妈咪宠坏了。她说你还小不懂事，会尽量不要发脾气，但你今天太过分。哭什么？男孩子不要动不动哭，不要哭。妈咪打电话来了啦，我要跟妈咪说茉莉催我。茉莉阿姨。林小青，何佩蓉，有进步哦。许志尧，好的，不错，再加油。李轩，有。哦耶！我该出国玩了，100分，耶，100分呢，耶！回到美国了，回到美国了，耶！李轩这次都考100分，大家向他看齐哦。周平。进来。好了，这个桃园案子就交给你来负责了，好不好？总经理，因为我老婆出国了，这2礼拜我得照顾儿子。哎呀，男人拼事业啊，不要为家务事牵绊了。亲戚随便找2个帮他照顾你的孩子不就好了吗？对，可是我台北并没有什么亲戚。哎，你妈不是住花莲吗？是。把孩子交给他去度假不就好了吗？喂，茉莉啊，公司派人去桃园，你做得听讲你开始来按沃卡黑几年的，照顾下弟弟。啊？不会转印尼哦？听讲你，凯莉有冇同佢讲？安不要飞机？茉莉，加几年的长照好冇？哦。
毛逼，你还在生我的气啊？不要再生气了啦。知道错了吗？我知道啦，而且55科全部都考100，你不开心吗？爸比其实不在意你考试考得好不好，爸比只在意你懂不懂礼貌，你会不会替别人着想。我知道啊，像刚妈咪在忙，所以她才没接我电话。等下吃完饭，记得打个电话跟茉莉阿姨道歉，知道？爸比在跟你说话，你有没有听到？知道。可是茉莉阿姨今天不能来，又不一定在生我的气。茉莉阿姨今天不能来，是因为她回印尼去探亲了。哦，我之前好像还听她说过哎。你看茉莉阿姨不在，你怎么办？我一个人很好啊，长大我哥也可以告诉自己啊。爸比说过多少次了，不要挑食。小时候爸比挑食后被你阿婆打。阿婆在花莲那么远，又打不到。而且我真的很讨厌吃青菜。喂，妈咪，你刚刚在忙哦？我跟你说，今天有发考卷呢，而且我每一科都100哦。你不信啊？轩，把便当吃完。轩，把青菜吃完。李轩。发生什么事啊，宇轩？为什么有人要对你恶作剧嘞？我怎么知道？我眼睛快瞎了啦！快点啦！还有这个，快点，我手很酸呐。还有这个，还有书包，拿去。你工作按我还能啲啊，不過成年的時節業務高，睇嚟夠唔通踢蚊。你妈不是住花莲吗？是，把孩子交给他去度假不就好了吗？那去美国的机票赶快订哦。好啦，那你快回来哦。拜拜。轩，宝贝，你不要生气啊，我现在就去把青菜吃了。哎，爸比没有要生你的气，爸比是想要问你，妈咪刚刚说什么时候回来带你去美国玩？他说下个月啊，还好久，明天就要开始放暑假了，我还要上才艺班和安亲班。那如果说爸比在你去美国之前先带你出去玩，你觉得怎么样？我才不要了！上次你说要带我去玩，结果去露营，露营好脏，不能洗澡，虫又好多，我不喜欢。没有人说要带你去露营啊。哦，那要去哪里啊？爸比带你去日本的海洋世界看海豚怎么样？你不是最喜欢海豚的吗？真的吗？宝贝，你怎么都没跟我说啊？因为爸比想要看到你的考试成绩之后，再给你个惊喜啊。怎么样？想不想去？你看，那有海豚哎！Hello。他在看我哎。听起来还不赖哎。我想去，就这么决定了。我们去日本的海洋世界。那你东西赶快收一收，我明天一早出发。爸比，你对我太好了啦。对了，爸比，我先去找挖进好泳裤哦。好，去哪？对，爸比，我能不能带小孩一起去啊？当然可以啊，你想带什么通通带去，好不好？哦耶！我的暑假实在太欢乐喽！
床啊，来床。天已经亮了，走吧，我们出发去海洋世界。宝贝，你有没有带护照？有啊，你的护照爸比已经帮你带好了。走，走吧。爸比，我想睡觉了，你干嘛这么早去机场啊？我们没有要去机场，爸比订了豪华游轮，我们坐船去，好不好？干嘛坐船啦？你不知道去日本的海上就可以看到海豚吗？它跟在船旁边，然后一路上跳的，你不想看啊？我想看。好，那走吧。来，上车。艰苦，离开无下的路，了寒冬亲像，有几多的苦，祈求敢喊袂记得，全部下的路，了寒冬亲像，有几多的苦。用心感动，无梦是上路，全部下的路，了寒冬亲像，有几多的苦，祈求敢喊袂记得，全部下的路，了寒冬亲像，有几多的苦。梦水流。妈，妈，妈，吉吉，来妈妈呢？妈，妈。你好，你做转来呢？你生日啊？下底阿弟佮转来，听你出过，1礼拜总要转来。阿弟佮没转来咯？做个水梦。哦，
大摆撞落，手无爱先打天发。我卡无捌个菜，你二了几多年？有想爱上捌个忙，我等下去试做卖。唔是，妈，我天天我送台的。咁大你个撞来做乜个？妈，我有事情，我会劳你参详。样呀？公司临时派我去讨厌，我想一今年嘞，然后我会带阿弟过好吗？我想一今年嘞，然后我会带阿弟过好吗？我无问题，不过危险嘛。谁呢？今年主管嘞？实在哦，平时按小带转来，一下妈妈放工我变本来，我很硬爱喏。我怎么会在这里啊？猪肉派嘞，猪肉派糖。猪肉派糖啊，猪肉派糖啊。阿公哎，阿公哎，你干嘛？你干嘛？阿公哎，那是真来啦，你真来无人来讲啦。你台北全部打电话问啊？我侦查本身，你睇下。阿公哎，你台北全部打電話問人啊？阿公神叫他唔追爸爸唔追走啊，神叫他追查，神叫他你老爹做乜仔咯？神叫他爸幫啊！要咗你掉出來，要兩個我講拿菜到呵，豬肉咩頭？大擺個東梅香葱湯。終於做神父啦！媽，就阿公嘅了，阿公唔係阿公嘅啦，佢係個來啊，阿弟姑。阿公嘅面面做阿公。終於做神父啦！唔係，一前唔要啦，阿公嘅。我硬係硬係攞唔歸呢度哦。唔可以滾。唔好滾，滾！終於做神父。做神父，做神父。阿公嘅，我啱前唔要。睇唔到喎。做神父。好。我怎么会在这里啊？我爸比呢？不要摸啦！你爸爸飞台北，他要上班无闲，要你留这里。样爱喏，唔是爱哈，看到人用很人。哎，妈咪，你骗我！你不是说带我去太阳世界？爸比，你骗我！干嘛把我骗来拉脸啦？我要回台北了，我要回台北啦！我不要在这里了，我要回台北啦！我不要找我家啦！臭爸比，快接电话！感接语音信箱，多声后开始击背。我跟你告状啦！感接语音信箱，多声后开始击背。
如不留言，哦，为什么妈咪也不接我电话啦？为什么要把我送到这里啦？我不要来这里，我要回台北，我要回台北啦！手老唔讲过，廿把高经的手尾装来食，唔好叫嘞，叫来吃饭。你讲什么？我听不懂啊！来吃饭，吃饭，他唔是嘿？走开啊！心地暗坏，你用会上的，你法律会好的哦。你得当年手讲硬装装来，什么野手做话，结果装装来看俺一摆，也还讲我标本来，唔好看俺懂行的，俺懂我行啲么？叫来吃饭啦！迄么等下俺就输起来哦。阿弟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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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弟姑。I'm Johnny, my Chinese name is 李轩 ，OK？ 不要叫我阿弟，我不叫这个名字啊。讲嘛该啦，他唔识。唔爱吃饭咯，唔爱吃俺就唔爱参掉。我怎么会在这里啦？我想要回台北啦，好想啊！你说怎么办啦？我想要回台北，我不要来这地方啊！是什么地方啊？不行，我一定要走。
这细个，你有冇按搞怪啊？有命冲唔衰。啦，总喊张不应啊哈。哎呦，阿孙的啊，讲我几多摆啊？莫按呢，妈妈放出来，我吓死人啲嘛！吓死你！你让俺们会站呢，你到旁边站个错嘛？做事。俺系咪阿公嘅？同意啦，俺聽佢了。莫吵佢啦！叫讀書嘅阿公要讀書，響佢去啦。叫你唔是讀書，莫響佢。今日係咪阿公嘅同佢了哈？阿公啊，你來打球啊！阿公啊，阿公嘅，阿公嘅，打球啊！你衝關，你衝。係啦，莫按太少吵佢。李长光，李长光打球啊！李长光，长光，那个东西，哎呦，出好忙的。我他爸，莫这样子啊！什么？早餐是这样啊？王子总会三明治还有奶茶。我讨厌吃鸡饭，我不想吃荷包蛋。又这么带快呢？我要跟爸比说，我不要来这里啦。我认得你。你是卖草药阿叔婆的孙子，对不对？你在看什么啊？这公车到哪里呀？火车站啊。只要能到花莲火车站，我就可以。台北，我回来喽。夜光伴无人当中，脚印伴夜风吹响，一步步离开故乡途。原来爱比主义，很勇敢哭。